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记第19章16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的引导。耶稣基督应许要赐下保惠师，他的目的是要让基督徒记得他的教导以及一切的诫命。这样的意思是要引导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，继续的往前，往正确的方向来前行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这就好像早先上帝差遣了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离开为奴之地，经过旷野，到了西乃山下来敬拜上帝，来从上帝领受十诫的诫命。在昨天我们的读经分享当中，牧师也提到了那个带领他们的白天的云柱，夜晚的火柱，其实就是圣灵的带领。甚至当他们到了西乃山底下，以色列人也看见了上帝，他在火中来降临。圣经说，第3天早晨，雷电交加，一朵密云在山上出现，号角声大响，营里的人民听到了都发抖。摩西率领他们出帐篷来朝见上帝，他们都站在山脚下，整个西奈山被笼罩在烟雾当中，因为上主在火中降临，这烟像窑里冒出来的浓烟，全体人民猛烈战斗。这个其实是在形容上帝就如同火的形象，也如同那个烟雾的存在，又好像烧窑里面所冒出来的那个浓烟一样。这样的形容其实就非常的像使徒行传第2章圣灵降临节的记载一样。圣经说，五旬节那一天，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，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，充满了他们坐着整个屋子。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，停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，开始说起了别种语言来。圣灵如同火焰的舌头一样，它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开始引导使徒们能够使用方言来传福音，来领人归主。出埃及记第19章的经文继续的这样记载，这时候号角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摩西讲话，上帝用雷回答他。上主降临在西奈山上，召摩西上山，摩西就上山去。上主对他说，你下去警告人民，
不可超越界限来看我，否则会有许多人死亡。就连祭司也必须先洁净自己，才能够就近我，否则我要惩罚他们。摩西就对上主说：你的子民不能上来，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要以这山为神圣，并且在山边立了界限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下去，把亚伦带上来，但祭司和人民不可越过界限到我这里来，否则我要惩罚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山回到人民那里，把上主的话告诉他们。这一群被圣灵引导来到了西奈山下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，必须继续领受上帝的诫命，来归主，来跟随，来服侍敬拜上帝。他们从不认识上帝，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经过了430年在埃及受统治的生活，忘记了上帝是谁，进而来重新认识上帝，然后来领受十诫的规范，来跟随上帝。因为领受了诫命，并且遵守诫命，而能够与上帝来立约，建立好又亲密的关系。这也就如同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的经文，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真葡萄树的比喻。他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亲是园丁，所有连结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，他就剪掉；能够结实的枝子，他就修剪，使它结更多的果实。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。你们要常跟我连结，我就常跟你们连结。要是不跟我连结，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实。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结，就不能结果实一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常跟我连结，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，必定结出很多果实。因为没有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扔掉，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，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。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，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无论要什么，求就会得着。在主里面的，就是要顺服基督的引导，要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能够荣耀归给上帝的圣名。就如同第8节的经文接续着这样说：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，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了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信的当中也是这样的提到，他则更进一步的说，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。保罗说，凡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女，因为上帝所赐的灵不是奴隶的灵，而是使你们
在恐惧中不在恐惧这个当中，而是要使你们有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。借着圣灵，我们向上帝呼求，阿爸，我的父亲。上帝的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既然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享有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福泽，也要跟基督同享上帝所为他保留的。因为只要我们分担基督的苦难，我们也要分享他的荣耀。因为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在主祷文的祷告，我们也是这样来祷告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保罗也说，一旦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引导，就不再是为奴的，而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了。保罗说得非常明白，当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之后，就必享有他为了他子民所预备的福泽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，多么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，多么有福啊！上主从天上俯视，他看见了全人类，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观看地上的居民，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君王不以强大的军旅获胜，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，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，马的威力救不了人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，饥荒时保留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。我们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。恳求上帝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，领受圣灵的能力，愿意跟随圣灵的引导，进而成为你的儿女，能够蒙恩得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